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34章迦南的地界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命令以色列人对因讲：恁进入我赐予恁做产业的迦南地以后，恁的地界是安尼。恁南边的地界是对神的旷野，顺以东的边界，就是对沿海东边的尽头，驶过阿克拉宾行的南边，经过神探到加地斯巴尼亚的南边，搁往西边到哈萨阿达，然后去到阿文，对阿文转向埃及边界的溪谷到地中海为止。西边的地界是地中海，北边的地界对地中海开始画界线，画到荷尼山，搁到哈马一口，探到西达达甲西菲伦到哈萨伊兰为止。东边的地界对哈萨伊兰开始画到示范，然后落去到阿因东边的利比拉。搁刷到加利利湖的东边，顺约旦河探到沿海为止。以上就是恁的领土四边的地界。摩西搁命令以色列人讲：这就是恁要抽签分做产业的地，嘛是上主命令要予恁9个半的支族的地。路边甲迦得2个支族。以及马拉西半支族已经照宗族分配，得到约旦河东边耶利哥对面岸的土地做产业。负责分土地的领袖，上主阁对摩西讲：这个是要甲恁分土地做产业的人，这是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。另外，恁着对逐支族拣一个领袖，协助因分配土地。这领袖是犹大支族亚夫尼的囝迦勒，西面支族阿米弗的囝撒母耳，便雅悯支族基述伦的囝以利达，但支族约利的囝布基，约瑟的后代马西支族以弗的囝汉尼业，以法莲支族示弗但的囝基摩利，西布伦支族帕纳的囝以利撒反。以撒迦支族阿散的囝帕铁，阿舍支族示罗米的囝阿希弗，拿弗他利支族阿米弗的囝比大赫。以上这个是上主任命将迦南地分予以色列人做产业的领袖。